现代人的毛病很多呀，对你越好的人，你对他越会吵闹；越关心的你的人，你对他越不屑一顾。你越开心，接下来就越忧愁。比方说，刚刚被领导表扬了，很开心吗？马上就感觉到第二天有很多人会嫉妒我，坏了，明天会有很多人嫉妒我，怎么办？马上又开始忧愁了，害怕别人的嫉妒，你会产生恐惧；嫉妒别人，你会产生嗔恨；只有爱别人，你才会产生快乐。